咁所以我哋只要了解咗人工智能點樣嚟啦，人工智能點去應用啦，同埋人工智能佢個道德嘅層面嘅問題，其實就已經解決咗呢個嘅挑戰。咁呢個我稍後咧會同大家再分析多啲，究竟我所講呢3大嘅人工智能嘅素養係咩東西呢？咁但係我哋首先睇下我哋而家人工智能嘅發展先啦，睇下其實而家人工智能佢可以做到啲乜嘢。以世界衛生組織為例啦，其實佢哋最近都有一個報告講到佢哋點樣去運用人工智能喺嗰個嘅世界衛生嗰個嘅發展嗰度。佢透過去分析大量嘅數據，而從而去睇究竟喺邊啲嘅地區啦，有一啲同衛生相關嘅問題啦，或者有啲咩疾病而家開始喺度發展緊啦。其實佢透過去攞呢啲嘅數據咧，其實佢可以好快地就會知道咧，其實個問題喺邊度。咁但係世衛都知道個問題嘅，用 AI 工具咧，其實係會出現咗一個潛在嘅問題，就係呢啲嘅數據嗰個來源喺邊度咧？係咪淨係留於喺某幾個國家嘅一啲數據，而就係我哋所作嘅決定就係基於呢啲地方嘅數據咧？呢個其實就係嗰個數據來源嘅問題，亦都係我哋最擔心 AI 所帶俾我哋一啲嘅錯誤嘅決策嘅問題。呢個咧其實就係我哋其中一個科技嘅挑戰啦。而同時間，其實我哋亦都見得到咧，喺坊間裏邊有好多唔同嘅 AI 嘅工具，甚至係 ChatGPT 呢個工具，呢個嘅聊天機械人，其實大家可能最為熟悉，因為呢個咧其實就已經開始應用咗喺嗰個學生身上。學生可能可以用呢個 ChatGPT 咧去做咗好多同功課相關嘅一啲嘅部分，包括去作出啲嘅提問啦，去問佢一啲嘅問題，而 AI 呢個工具可以俾到佢一啲嘅答案去參考啦。咁呢個其實可能就係大家擔心同埋關注嘅問題啦嚇，因為可能人工智能就係取替咗學生，取替咗佢哋嘅學習，甚至而家人工智能可以所製造生成嘅內容，唔係淨係文字添，仲有圖片啦、影像啦，甚至其他唔同嘅生成嘅一啲嘅內容嚇。咁同埋同時間咧，我哋亦都見得到人工智能都應用咗喺唔同嘅一啲環境上邊、唔同嘅系統上邊去做唔同嘅一啲嘅效果，包括好似喺Amazon 呢個嘅網上購物嘅平台為例啦。其實佢哋都用咗 AI 嘅工具去為顧客去提出一啲嘅推薦，去俾佢哋去揾出佢哋最適合佢哋嘅一啲嘅產品。咁 AI 可能就做咗呢一個嘅部分，使到可能我哋就容易啲去知道顧客需要啲乜嘢，可以做到一啲嘅推薦。以另一個範疇啦，法律嘅範疇，點樣去用 AI 呢？咁最近港大亦都有個團隊去運用咗人工智能嘅工具，去睇下究竟我哋點樣去判刑，究竟我哋嗰個刑期幾多？去透過去分析過往唔同嘅一啲嘅案例，去從而去睇下而家呢個案例應該點樣去判。咁呢啲人工智能嘅工具其實都幫助咗可能法官咧去有一個更加有趣嘅參考，去知道咧點樣可以去做一啲更加合適嘅判決。咁所以人工智能喺各方面喺唔同嘅應用層面裏邊其實都有好多。而我哋喺我哋自己嗰個研究團隊為例啦，咁我哋亦都去嘗試去建構緊一個嘅學習嘅平台，去推薦同埋俾翻學生一個參考，佢究竟應該做乜嘢研究嘅一個嘅主題。透過一個大量嘅數據嘅分析，去睇下而家有乜嘢嘅研究嘅問題係存在，而學生佢就可以運用咗呢一個嘅參考去推展佢哋自己嘅研究。咁我哋就建構咗呢個新嘅平台出現。咁所以似乎人工智能係有好多唔同嘅層面嘅應用嘅，無論喺法律、喺衛生、喺學習、喺各方面嘅層面，其實都有好多好好嘅應用。咁所以 AI 其實俾到我哋嘅唔係一啲問題咁簡單，而 AI 其實俾到我哋有好多好好嘅一個應用嘅層面。